禀陛下，这些都是龙傲一为了假孕皇子所做，3个月的、5个月的，这些都是龙傲一瞒着君王做的。贤儿，原来是你。清流，你还要帮着他？这根本就不是意外，这一切都是他蓄意谋之。陛下，此事都是龙傲一一人所为，与君王无关。你还不认吗？君王不必再为我脱罪了。我龙傲一一人做事一人担，与君王无关。来人，给我拖出去斩了！圣上，臣妾斗胆，为孺人请命。自从孺人进宫以来，解了不少嫔妃们的难事，后宫多有和睦，宫中下人更比以前尽心尽力。皇太妃的身子不也比以往好很多了吗？父皇，儿臣与龙孺人交好，儿臣相信他确实是一时糊涂。况且青龙号先是开漕运，平抑米价，平了民愤，后又解决了长安缺粮的难题。他救了这么多人的性命，能否来还他自己的？还请陛下饶了君王。请陛下饶了孺人。饶了孺人。请父皇饶了孺人。陛下明鉴，此女如今用假肚子冒充怀孕，过些时日，还不一定拿什么野种来冒充龙嗣。龙傲一此举玷污了我们皇室的血脉，此为大逆不道。龙傲一，你欺君犯上在先，如今还敢恃功而骄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出去斩了！慢着！天宫玉阙，日复日，不若飞龙傲逍遥。皇上，万法结缘，龙氏与皇家的缘分已尽，不如让他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吧。好你个龙傲一呀！这么多人都替你说话，好，朕就免你一死。但是，从今往后，列你为庶民，再不能踏入皇宫和君王府一步。来人，父皇，把龙傲一给我赶出宫去。龙儿，在宫外等我。走。